俺都为啥他？那俺都为啥他？干过家的，哈？干过家的嘛，会干。是那个来那这片来这片呢？我们多少了？你家多来？干多呀。哦，谁接了？大姐的吧呢？有那不是人家。那个你这不是，这家给我他爸那个。那个到不会花花药呢？我来搞出来是嘛？不呢，第三天来都给他呢，那个鸟搞的办呢，那这就白个了，啊。嘿，就这。妈叫他妈回来了。来这边啊，来吧。啊，来呗，啊。这样解决还不来。